衙门外。啊！李大人趁乱罪名已奔向府衙来。啊！李大人请问大人官份已故将一员。哈！大人，大人，大人！哎！请问大人就要到了，将这些刁民用乱锅轰出人去。是，请问大人冤枉啊！请问大人冤枉啊！你如人，还不赶快避开！大人，小民是专程前来求见询问大人的。你见他出城。大人，那在皇上了无言何苦讲，黎民百姓苦哀嚎，就这两款找不下，为什么迟迟不见分发到？原来是这几户团官们竟将两款私分掉。是这般团长王法我明告，坐谈生命这无道，但愿得巡按大人来阻止，整团官就在明，免得监牢。不是，这件的朝廷命官，你尽快诬陷于他。来呀，大人，拖下去，这当死人。大人，冤枉了！大人，大人，冤枉啊！冤枉生生何必娘？我丧须是面人毛。皇上不下的正在了，我私下团长竟要报，心情哀，一路杀破到乱境。整晚团官死力报，他新官上任赛马虎，铁面无私为王高。谁这谁罪名纷纷把上高啊！只恐怕丢失了头上的乌纱帽，看来凶多极为少。记得我心慌意乱，是金姑娘。
离明月，来呀，有，把它吐了下去。起码风色喜庆是晴天，今日看来恰是徒有虚名。啊！他把我误认为是新闻大人喜庆，莫非又是来搞我的？既然如此，那你就呈上来吧。是。这张纸句句是真，是真事实不假。不假。都大胆刁物，竟敢轻举妄动，拦路诬告！来呀，有，拖下去斩营！是。大人，大人，兵女呢出家之人，理该是卑为本，讨你为重，怎怪藐视王法，诬告他人？既然如此，那你就从实讲来吧。大人用兵我家本是宋之君，大宋我家门上书属于人情节，名正经商苦营生，怎得人间反骨里，我在不为想谁知途经五八江，遇上了强盗不离身。那道人见在气杀心夫君必是自相伤了这人的名字叫徐成，四国上会我审得清，18年元首生日海上之上，只是区区写得清，他人民人称青天传美名。大人，献上你为我做事，把李也是，你只管放心，本官一定会为你做主。谢大人。来呀，有，将他带回府院，听候发落。是。
副北将许成，副北将许成不就是那位刑官大人的父亲吗？10年苦尽凄浪花，这上子后日救命王上，快来自我无须讲，谁应降下云天外。有了他不怕虚惊来寻杀，有了他最近我不怕丢无杀，因我的母是天宝玉，喜得我心里是落开了花。这场官司非寻常，须留神，弄得不好，有丢脑袋瓜。请问大人到。
吧。师娘，看到这一路财命，本官心中实在于痛心。在你们此于三生虎孽之中，你叫我如何放心大下？若愿不信，上告罪警。江阴院里面上告罪警。自有事，西偏来，高最近身为夫人，因为该人上早已不善良，他暗中偷张不正在。终看也是高在起，长长久久无年财，朝廷既有这无耻辈，不也有人怒气冲冲难上来。南京府尹这就求见。哦，圣母有请，是有请曾大圣。深夜求见，定有意请。徐大人，崔大人啊，请坐。哎呀，谢坐。崔大人，深夜到此，定有公过。哎呀，大人啊，你南下行杀，一路风声，十分辛苦。明日下官特别收就为大人接风。崔大人，在你们此于三生虎孽之中，我看还是把接风的钱粮赐上去灾民吧。啊，大人真是有国有民，下官理当效也。大人，你明日不是还要出访查困吗？下官已经准备好了周全的出马。哎呀，崔大人，我此番人我南京，可费了你不少心啊！他年少气盛，也知不理，3年来见定有阴气，他出这门深色里，我身中苍龙在相迎。情况他初婚相争，小情啊情啊，请。哎呀，徐大人啊，你此来南京，看来这灾情接近，这灾民遇救了。我此番人往南京，这灾人就可见了，这灾民
受苦见。哎呀，是啊是啊是啊！哎呀，周大人，我初来南京，圣地圣书，不是周大人上至调令法律，下至灾民疾苦，若要积灾人救灾民，都得让在周大人身上了。哎，人民他官上老岁多心机，你叫他出当水磨少旨意，对着下水很生气，等到人就地息。顺其轻松礼，小人物传乡里，糟蹋无人不放心，两不乖，那无言般正不济，神灵法一日多生气，三日叫他把头低。哎呀，西里大人啊！走过金红花亮，真几内经就在慌，思想机敏就盼望，两臂福音造法。哎呀，大人啊，皇爷就在四句话，下官真断无事话，贤良早把在领受，万民得救喜洋洋啊！我来疼你，这4月里说不得完蛋两人到哪里去了？5月里不来的饥困又到哪里去了？你既是政绩两困，早已发放，为什么黎民百姓却要告你吞赃枉法？哼！八字何日铁证之山，你万向地来不成？喜大谁啊？上言道，居在此处也心气。晚上难免与作弊，这怪物一时糊涂，且思量。男人实作怪无比，哦，屈大人啊！娘条后路，让我此恩此德永铭记。娘条后路，对呀，请大人高抬贵手。要我高抬贵手。是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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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进。皇上对你恩无量，你王虎出水在朝政，身为朝中官，对黎民同度患难皆灾难，狠心敲山意，灾民开张气得亮，
亲生命走路疼，今日屋里难宽了，只发万法，再让家人避空江。自古嚣张，永续长。大人，刁民高唱，不可轻信。大人不信，下官这里也有一张长纸，大人一看便知其中奥秘。大人，请看。大人，这张纸非同寻常，你千万不可弄丢了啊！大人，请。大人，请看。大人，心爱他谁？只要你一案真来，一案毕，此事便是天知地知，你知我知。只要大人有情，下官绝不负你。你说什么？哎呀，大人啊！只要你一案真来，是一案毕，此事便是天知地知，你知我知。只要大人有情，下官绝不负你。高让人也在后处，我想他代为父与世隔绝，万无一失。速速将他带来，明日我要亲自审判。少老爷还来的么？
是啊，并你的神愿，献上许青天早谢了。我家少老爷秉公执法，神称青天。你有什么冤屈，只管讲明就是。这也是凭你的造化。是太少太，我去唤少老爷先来。请问大圣，就是我家少老爷。
姓王大人就是你家少老爷。是的，你家少老爷就是姓王大人喜庆。那袭人就是你家少老爷的父亲。是的。岳叔，难道我夫君被害，就此怕了不成？我夫人爱人的思念，岂肯忘虑在人间？我定下此意门言咬牙关锁远人，定把心牵。岳叔，你真的要告他？四娘，凭你的神愿，献上你老人家在公堂之上与我作证。岳叔，四娘，恩人在上，请受我一拜。四娘，你认识他？我不认识他。他叫我在少老爷面前多说几句好话啊。四娘，你歇歇去吧。哦，是。你就是岳云文尼姑李玉书，真是便宜，这张状纸可是你手写？真是便宜手写。李玉书啊，这个人民文字非同一文，需句句熟认，字字无据。倘若安静抢着，本府一定替你做主；倘若差错，事关人民，非同儿戏呀！耶，我也是深怨心切，想得长，昨天是我把忙杀。乌鸦真身凤凰台，万出怎能把实显话？他身为人完全是他，我能做真经太山呀！我内心等量18年，但不能一朝将日来弄忘。我关心江大人压抑了，才为长子。
了？怎么，你不高尚了？大人，细想并你此案，已相隔28年，有些事恰也记不得了。倘若上告，难免不出差错，王府大人，故而要求出位原上，望大人宽谅。不，李叔啊，你要静静地想一想。彭元此番人文江南，日积有言，倘若错过机缘，就再会莫及了。大人，并你却是连凶犯的名字也含糊不清，不管肯定。并你乃出家之人，理该实在功法，各守清规，实为得案中少想年轻，再也不问时日了。你当真记不清了？请问大人面前怎管虚言？此次你为安坐，且吧。谢大人。且慢。老爷，唤我何事？四娘，请坐啊。 ，
请坐啊。叔。四娘，我家对你可好？老爷和少老爷对我亲事一家，敬重如山。你来我家多少年了？整整20年了。哎，你怎会来到我家？哎呀，老夫人生下你之后，还少生下来侍奉你的呀。你来我家离开过吗？没有啊。哎呀，四娘，我有一事同问，你要与我从实将来。只要老身知道，理当禀告。你与方才那个尼姑像什么？不相识。过去什么？没有啊。我这里有张账子，你拿去看来。情况恰当吗？我不知道。但四娘，你来我家20年在，难道这18年前的事都不知道了吗？讲，你与我讲。哎呀，我实在是不知道，你叫老身是我为得你好啊。是，快请起。这张账子定上是南京府尹周杰为盗特财政作业事先，鬼通有用要你李玉书写来诬告我，杀杀的可恨，杀杀的可恼也。来人啊！有。命你带领兵丁，在今夜天黑之时，趁人不备，去到有用完，将那要你李玉书趁死。大人，明日提上头来接。是。李玉书啊，李玉书，休挂喜气，无情了。去告诉李玉书治他。对
丈夫。想要借菩萨金香，请因故方便，师太开门来。哎呀，哦，来了，来了，师娘。心上，心事重重尽海棠，地方来将四太堂，弄清他茶堂究竟为哪张？年轻人，今朝
不凡，莫非师太你有什么心事不成？不，先生，并你那出家之人，实在功不帮扶而已。师太，我见你面容憔悴，气色不佳，莫非师太你有病在身？先生，并你饮食起居各守清规，我也有病在身，时候不早，先生请便吧。实不相瞒，我是来进香救人的。那就请先生到法殿去吧。已经拜过人，就过去了。但愿先生不是失意。唉，先生替我上堂。为他人来南京，派来当关系家有成月太生疏，故为我他来往中求真理，谁知得了故乡乡亲，本就我们希望花影。我跳江到等得一生，谁问情安是青天？我深愿报仇奉是人。想不到菩萨事故下签，倒将我是心非心，是高非高，你我不定。快来不成，我有理，你不告年家何灵神？不是故人有灵吗？是啊，哎，不可惜耶！天下多少心大人，闻香祷告救人安灵。可就是多少心物共享人，偏于凶恶遭不应。菩萨真为无已经，人也真不显人灵。心不求人以何用？闻香祷告是迷是心偏是神。我这里撕掉妻子把上告。先生，来一股是凶是吉是祸是福是成理。
不怪你先生心不信，你此上定在高不正。师太你我总是有一往生，万王上也来知名。这家人本有是开心，我怎能看着他去头年轻？我是想真情告诉他，年少时的好人生。先生啊，你到今晚是何生？哪一个啊？他是哦，他是，哎呀，他就是你手上之子叫喜庆。他固执先生就是我父我亲，看起来插上定是此原因。是太阳上问喜庆，是晴天，是晴天，怎为人失望离别？常言道，清官难断家务事，有多少清官难敌关锁情。体面包公三分，一人不要两三分。常言道，动情动作一家亲，当论瓜对面动情，他无知一大人，新婚只为大义灭亲，不心情。师太你手插空在外门，地下上怎为如此之难寻？我是听旁人说的。你是听哪个说的？我倒要当面请教。我是听香客说的。哦，我倒想起来了，师太听人声有缘爱呢，一世花开，爱爱人缘18层，一世闻得心爱到，他来路高尚把缘深，才知见了心爱面，他的人一番谁太插下让之为爱们。师太你在月圆爱，两来你定应存仔细，难中谁？明明这不是事实，不知事实啊！师太，我见你神色慌张，莫非高尚的师太就是你我？先生，
是你不要胡言乱语，少乱法门清规，时日不早，禀你要歇歇去了。既然至此，何为有计？告辞。宋先生。师娘，你得怎样啊？别说，我家少老爷今年到船车上，初当离世，被南京府尹追进埋痛的要你，一怒之心，怎么？今夜要派人前来杀你了。别说，师娘，时日不早，你快快到神去吧，我要他去。你们的话，我都已经听见了。你是？老爷夫人前往南京团聚，辛苦了，谢厅用茶。是老爷，我儿叫我们到南京团聚，共享天伦，真是太好了。是啊，老爷。数月不见，今儿归，为娘是。大兵听月落花尽，一人出门千把位，孩儿归，呀呀梦中长相会，相儿自觉徒人难，数月里自守在我儿是红尘难定今须在，老子奉我的忠归，不忘我并记心血不在背，今日众人都了然，我儿是知恩报恩，情中孝，早有美名传在外，我一家荣华富贵与我，芳华不谢长城大夫人，此次我们拜别祖宗，即刻启程。老爷请。喜庆他胡同进，男子分晓，最近我国最近这车很早。老爷夫人在上，下官之下大力春备。你是南京府尹最近便是。原来是府尹大人，府尹大人，请坐。谢坐。请。哎呀，老爷夫人，听说你们要去南京团聚。是啊，错轿已经在前厅等
真厚了。下官是特地来拜望老爷夫人一路同行的。哦，是，多谢了。不必客气，不必客气。哎呀，老大人啊，你们西门出了这样一位盖世英才，老大人真是鸿福齐天呐！不孝之子，何作寡此？承蒙皇上洪恩，我终为国员们的第一呀！老大人啊，不过古语说得好，福为何之所以，祸为不知所福，才是万事如意之时，万须小心谨慎才是。此话怎讲？此话不是下官应当讲的，这是提醒一句，望老爷夫人小心为好。下官这下谢听谁了？且慢，实在听府尹大人话中之意，并非登邪之事。外望府尹大人彻夜相告，老夫过恩不尽。哎呀，要是新官大人挂在下来，下官可是切然不起呀。府尹大人，只管放心，但将无妨。既然如此，下官就日夜相告了。18年前，一晚上，一对夫妻当苦相，官到如今无法讲，不料想遇上刀刃大无疆，南北山女家，谁打进接招枪？那刀刃是一位陈贵不祥，岂知道世上难遇大英强。今日上司高高新闻是那杀人贼。那杀人者他是何人啊？哦，那杀人贼么？就是你西门老高堂啊！我从不此事，从不此事啊！哎呀，老大人啊，此我已经是三生无缘，切无你的了。晴天霹雳一声响，当头飞来无情旁啊！我启门阵错教育佛起王。曾经的在6月以后7月上哎呀，这边是何时好？哎呀，这边是何时好啊？哎呀，办法嘛倒是还有一个。哦，府尹大人有办法，快请讲。哎呀，我来问你，他是喜庆何人啊？他乃是亲之父，你是喜庆何人啊？我乃是亲之母啊。这不就好了吗？是古道，国之至今终难的，更何况人非草木，孰能无尽？是非那喜庆是贴在心上，只要你们二老以国之至今相求于他。嘿嘿，老大人不就逢凶化吉、遇难成将了吗？下官是出言方好言，望老爷夫人早做商量，早做决断，下官这下谢听是了。多谢府尹关照啊！多谢府尹关照。你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？你还不与我从实讲来？
哎呀，夫人啊！事到如今，我就对你实施了吧。18年前，我中年经商，难以负荷，心中前期待念。那一次，你为着娘家，我就以出外经商为名，半夜把城外500将军拦路。现在杀我一位直举上身，身在大宝井里，我也是动念去将他怎么了？将他杀死了！夫人，你做的好事啊！我夫妻多年来相爱同生，从不知你今真自刀杀生。明日你当回金河人，总以为金银输得出本门，才知你杀人劫财报你财，伤天理伤良心啊！从此我一门清白陪你走。悔恨一时，倒不是一死了之吧？老爷不可！臣是一道，请老爷夫人上轿。一轮水谁能唱？孤影无名，喜庆喜事马，真多次又是在那个上无
起，谁知晓？谁知晓高堂今日大财神，上天海里在滔天，上一道无言之国连襟，心心相连。一哦两场能救弟弟比在。再见他，彼此要信我热情，想必我跌落深渊来上滩，我怎能狼狈为奸？上天里将黎明把戏。光线，似乎奏效难言，事情无终生悲悲忙里才见，终有难，有一难。难上天，难上地，可不能受人心事好结。慢慢讲来，大圣，一起在你望雨夜，一人开泪
人啊，你带来了万民一片灾人，你带来了万民带我引尽之痛，令我坏了。你快去谢谢，明日派人送你回去。大人，百姓们对你寄予厚望，这万千灾民的生死存亡，却在你大人身上了。放心吧，是娘，是娘。少老爷，你快带他进去用饭，晚餐需要好些。丁大人，南京府尹走着求见。哦，来得正好，有请。是，有请周大人。人家话是老的辣，妹子倒是轻的说，姐姐落雨我忙送伞，他比我上堂我送给我。七八同军来困苦，名利百姓公子自穷。你就是自己，我要与你拼命！沈福根，不许无赖，怎样带他下去？哎呀，大人啊，你千万不可听信你刁民的胡言乱语啊！大人，我知道你这张病乃是性命所为，下官特地带来了一帖良药，大人我了定会解药的。哎呦，崔大人啊，你可真想的知道啊！不必客气，不必客气。大人啊，听说老大人一来南京，这下你们五子可以团聚了。你不是被他们一路而来，对吗？哎呀，不知有人和你过礼数，上高礼物，杀人灭物，可人下领真大人名言啊！以你之见呢？以我之见，老大人换喜儿了，有那么大的年岁，以下官之见嘛，万事不赦为好。崔大人啊，你怎么都经我想好了？我真不知道要怎样来认罪于你呀！不必客气，不必客气。你我是心有灵犀一点通啊！去！你来看，这是什么？眼见实实，杀车杀军，追究贪官，家境灾民。哎呀！皇上之外明上，那在水中。喜庆我配觉得千军之从。君王命我来人，我岂能够
兄，少年有余别匆匆，找到世上情故中。来呀！最近拿下，且慢。请问大圣，其他圣西情，你行事无比，死亡无人，我已相问刑部，罪名身上。好，照料你回来吃一手，本府自有公断。来呀，有将这件压下去。好，西情，你有报应的，你有报应的。姓我大人。李玉书啊，你的案子就可水落石出，你的负罪皆是可报，你放心去吧。大人，并你此上绝技不高了。怎么不告上了？大人，只与他曾见面常常是我看在眼里记心头。我为啥妻子之恨来报仇？拦路高唱在你手，谁知谁人是你父？我闻听此言闻怕断，我以为你为杀人来面判，你却是秉公执法尽法律，只见他心头上确实宽，那你官场不必杀人儿，你光明磊落上官，不徇私情却做人，少多混乱千千万。你这样的好官，恰少有。大人啊，我愿意一人在王府也不愿你因我自怜功名断。真心实意把大人救。求大人将凭你此事一笔勾。少老爷，令你说的这番苦酒，你就应允了吧。黎民百姓多么希望像你这样的好官，在朝中为民伸冤，为民做主。
少老爷，你就应允了吧人。正是为了黎民百姓，我就更不能应允啊！李玉松，我意已决，今有一事相救于你们，望你们能应允于我。但不知大人所讲何事？李玉松一案4个多年，不用拖延，我要你们与我父亲当面。我已决，不必多言。老爷夫人来了，少老爷，老爷夫人来了，有请弟弟母亲。妈，把眼泪擦掉。老爷夫人到。儿啊，弟弟母亲，你的病好多了。哎呦，真是谢天谢地。父母以泪书生，今天总算看到我儿露出了笑容。弟弟母亲，请坐啊。弟弟母亲，常看在今上埋望，侍奉上亲亲最强，结花摇一摇，特为9年金刚。我儿真正是我小子也，负责来我心中凄凄惶惶，不知道他究竟做自在。今夜晚夫人不问。
心自苦而日成，终是雄鹰在此墙啊。二百去碰石上，几句想起是一张。女儿早定终身事，现在将我配成上。到来年生下一个好生生，我关着身儿关注万年把佛香，这真是荣华富贵日月旺，我一家三代铁人聚一堂。去。弟弟他满心欢喜生郎郎，怎知山路帮发上，我要将有酒去哪张，总算是天上心上一帮儿啊，你怎么了？儿啊，啊，你怎么了？弟弟，母亲，三杯酒敬到二又有酒的娘，儿我终是有想不为难，怎得酒的娘来相帮？孩儿句句与何事？爹娘听讲与何方？四娘，少老爷，你陪同岳云儿尼姑李玉树一同前来。是。见过刑案大人。弟弟，你认识他吗？你还认识我吗？他会不死？你是什么人？老夫不认识你。袭人，林玉树，难道你还想担心这场官司不成？我老实告诉你，这邢二大生就是我的儿子。常言道，隔不
总是草例外。你是98岁，老夫绝不亏待于你。你说一意孤行，呵呵，当心非我泼妇，死去民法。事到如今，你还不悔改前过，还要来威胁于我吗？18年前，你奸贼起义杀死我父，又要转我为妻，因与这位好心的师娘相聚，我在死里逃生。18年的人缘，天理昭昭，有证有据。你问想必啦，不成吗？大人，这就是他刺死母父的罪证。师娘，你陪同李玉素下去吧。是大人。恨啦！你去烧死为母吧！养老送终，就困了。大事花笑花了。我一家太太平民不才笑。
为娘替你跪下了。上西求爹娘，对度月亮。
儿啊，你真的连关若自己都不顾了吗？瞧不听太不义，无人主义太荒唐，三头门上你不是做，你小气你结巴，你思一思想一想，岂能做旁人文明的不孝郎？母亲。这里在叫你三声不带来这当阴长，载着你的小孩儿郎。母亲，母亲，你难道心意已决，不能更改了吗？儿啥错误的？母亲可怜，母亲啊，从今后你就是儿唯一亲人，儿一定不会想到是问母亲。母亲，你放心就是。继续。从今之后，你不再是我的儿子，也不再是许门的子孙，你是个无父无母的无孽之孙。他终于千错万错，也是你的爹呀！母亲啊，你就可怜儿吧。你死无得命，就是别为娘死尽。不，母亲，母亲，儿杀错无得。好，季青啊，季青，你既然铁在心上，
娘就让你终身遗憾。天从山难坐，我年下。凄凉的王法条条难用情，比公托媳妇死，耿耿担心明王庭。升堂。
带上来。是。见了本官，为何不跪？跪下！下官何罪之有？请刑官大人明言。最近，你身为南京府尹，不顾万千生灵身家性命，团长征集粮款，只是生灵都贪尸骨片呀！你这样藐辱王法，难道还无罪吗？还有吗？往下说呀！依然是说，一日财不累累，难道你还有几个人头不成？好一个刑官大人，开口王法是闭口饶纲，真不愧是位清官呐！你对我周杰是这样铁面无私，可是你明里一套，暗里又是一套，你瞒得了别人，可瞒不了我。你也不过是一个心思无比、欺人妄想，在王法面前不能一视同仁的伪君子。你血口喷成，我来问你。有人问你故李玉树上告你无杀生离婚，你是怎样取证的？你又是怎样发落的？请你在这公堂之上明言。你怎么不说话啦？哦，来呀！将西城带上来。是。西城啊，西城！18年间，既然起义杀害人民，又撞他人之妻，如今安静一方，如果杀人偿命，你还有何话可讲？我生了一个好儿子，我养了一个好儿子。真见。你回头不走，来不问，梦里头离开荒原，终结两光一慌张，不顾彩礼从而龙。你有谁的的加倍中，不顾彩礼，我无数卖黄庄，万千彩民。高房里为父王法才难用，我这里立即救你，一发人之名震地狱，享誉天下，在谁之中？刘裕黑上强进中来呀！有将这些西人投下去，斩了！请安大圣。